歡迎各位小朋友、大朋友收聽阿貓阿狗說故事。今日我哋要講嘅故事係害怕踏單車的小貓。喺餵食村裏面住咗一班可愛嘅貓貓狗狗，其中有一隻迷色嘅小貓叫做米高，仲有佢嘅好朋友啡色貓貓小雞。米高係一隻非常謹慎、害怕出錯嘅小貓，做咩嘢都要諗得清清楚楚，100%肯定唔會失敗先至夠膽開始。而小雞就唔同啦，佢總係喜歡嘗試新事物，整天跑跑跳跳，對咩都充滿好奇。小雞同米高講：米高，今日天氣好好啊，我哋去公園學踩單車啊！我尋日啱啱學識咗，我踩到1圈呢。但係米高有啲猶豫。嚇！我怕跌喎，如果跌倒咪會好痛咯，實會擦傷啊，又或者會撞壞個單車咧。小雞就同米高講：跌倒又點喎？我尋日都跌咗好多次啦，你睇我個屁股淤咗一大笪但係我而家咪學識咗咯。你唔試下，你點知你自己唔得啊？於是小雞就騎住佢個小單車，開始嘅時候佢都仲係左搖右擺，不過好快佢就掌握咗當中嘅技巧，開始熟練喺公園裡面兜圈。米高喺一邊睇住，心裡面又羨慕又害怕。米高自言自語：小雞好叻但係我唔得㗎，我啲平衡力好差，一定會跌倒，都係算啦。小雞停低架單車，走過嚟拍下米高嘅膊頭。米高，唔使驚啦，我幫你扶住架單車，你先試下好慢好慢咁樣踩幾下啊。咁啊，好啦。我試下啦。米高緊張咁樣握實個單車嘅手把，小心翼翼向前推進。一開始搖搖晃晃，差啲連人帶車跌咗落去，好彩有小雞扶住佢。小雞鼓勵米高：哈哈，慢慢嚟，慢慢嚟，我喺旁邊扶住你㗎。試咗幾次之後，米高開始掌握咗平衡。單車冇之前咁搖晃咯，但之後有一次佢啪一聲，成個人跌咗落去草地，小雞扶都扶唔住。米高搓住膝頭，痛死我啦，痛死我啦，我唔學啊！小雞安慰佢：唔好喊啦，你睇跌倒又點喎？咪又係冇咩事。個人初學踩單車都係會跌好多次嘅啦，我都跌咗好多次啊。但係米高仲係好驚，但係我覺得好可怕，我覺得自己會一路都係咁跌。小雞同米高講：米高，你太謹慎啦，要學新嘅嘢本嚟就有風險嘅啦，只要你肯試肯努力，總有成功嘅一日。如果你唔肯大住膽嘗試，咁就永遠都唔會學識㗎啦。喺小雞嘅鼓勵之下，米高又嘗試咗幾次，終於佢能夠踩住個單車行咗幾步。米高自己都好開心，哇！喐咧喐咧架車，我架車喐咧。小雞就拍住手，好嘢！你睇，開始就係最難嘅，只要你唔放棄，你就會踩得越嚟越好，越嚟越遠嘅咧。米高都興奮咁樣笑起嚟，佢第一次明白，原來嘗試新事物雖然係會有啲驚，但只要跨出第一步，感覺好正。從嗰日開始，米高就變得越嚟越勇敢。佢開始夠膽試下上滑梯，
參加畫畫比賽，甚至仲同小雞一齊報名參加歌唱比賽。雖然第一次上台嘅時候，佢驚到把聲都震晒，但慢慢佢就變得越嚟越鎮定。比賽完咗之後，猴子老師上台同大家講：同學們，做嘢謹慎係好事，但係如果我哋乜嘢都要諗到清清楚楚，計到精準無誤先至行動，咁就會錯過好多美好嘅體驗。勇氣唔代表唔驚，而係即使你驚，你都願意踏出嗰一步，即使失敗都係一種學習。從嗰日開始，米高再唔係嗰隻只會想不敢做嘅小貓。佢明白真正嘅成長係嚟自一次一次嘅嘗試同勇氣。小朋友，做事謹慎固然係好事，但如果因為害怕犯錯、害怕失敗就唔夠膽行動，咁反而會錯過好多學習嘅機會。人生有時要勇敢一啲，願意嘗試，即使唔完美都唔緊要，只要你肯努力就已經好叻啦。當然，如果要嘗試嘅新事物有啲危險，例如學單車、學游水，咁就一定要有大人喺旁邊陪住先安全㗎。小朋友，你哋有冇因為害怕失敗而唔夠膽嘗試新嘅嘢呢？嗰啲係乜嘢啊？係咪學踩單車、學游水，定係學樂器？聽咗呢個故事之後，希望你哋好似米高一樣，勇敢地嘗試新嘅挑戰。今日嘅故事就講到呢度。如果你哋喜歡，請點讚同訂閱呢個頻道，同埋分享俾朋友。我哋下次再見。